INDB 诈骗90亿一案，有30亿人份起诉。台北地方法院早起开庭，传唤主嫌詹耀峰甲伊的女朋友张淑芬等被告。自救会嘛伫法院头前抗议哦，因讲有真侪关键的证据，台北地检署拢无调查清楚。伊嘛呼吁检方哦，应该爱个进一步来调查。查清了。犯人车开到台北地院，这么落车就是詹耀峰。INB 迄金90亿诈骗案。 起诉31个人，16第一遍开庭，提审主嫌犯詹耀峰甲伊查某朋友张淑芬，也传唤真侪被告到庭。自救会也来旁听，因批评北检态度接受，应该查无查，现在的品质阁正歹。律师廖启平也无还予詹耀峰嘅350万的借款，应该主动还予被害人。詹耀峰交付离开陈后别嘅车，以及詹耀峰张淑芬的奢侈品怎么伫咧倒？ 一个其他共犯的加别毁败财产也拢无靠啊！詹耀峰将犯罪所得作为不法政治现金给付的对象，这些攸关不法所得流向的关键资讯，可以连查都不查吗？陈正中也就是业务他尝试以购买加密货币的方法写在自己的笔记上面并且去进行所谓的脱产。 被害人也有呈报相关的事证，但是完全没有扣押。律师讲，即马上要紧的是赶紧把不法所得扣下，才能让被害人把钱摕来。但是詹耀峰利用诈骗所得投资2000万伫咧打开市地重会，这件有几落10亿的自办市地重会，今年7月验收完工。 检方才是另案侦办，自救会担心无法度把被骗的钱摕来。前立委吴国昌也到场声援。 批评北检查无犯罪事实，也质疑宜兰的土地有正常利益，才唔肯去查。就算地检署真的有所作为，查出什么，那些不法所得也不会被扣押成为被骗的 INB 受害者的这些可以求偿的金额。詹耀峰自己承认，最初投入的最少2000万，那些钱哪里来的？ 不是另案的人被诈骗来的，那2000万哪里来的？那2000万就是这些被害人的钱呐！自救会呼吁北检，和被害人会当越管，也要求北检继续追查詹耀峰，将犯罪所得作为不法政治现金，是交予倒一寡对象，赶紧查出犯罪所得的流向。记者综合报道。